應該係嗰度出嚟做 intro 係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Wing 卡，咁同大家玩勇闖黑石山啊，爐石戰嘅冒險篇章，最後一個翼啊 ，Last Wing， 最後一個角落，隱藏啲實驗室隱藏咗係嘛？呢個連大佬連隻龍都打鬼贏啦，係咪先？你龍都打完啦，仲有咩打呢？我都好好奇。好啦，咁我哋開最後一格嘅鎖匙。我就喺黑石山裏邊嘅火焰重生啦，冇人可以阻擋我。哦，又係內法里安嚟嘅，真係。好，第一格。我嘅內電有最強悍嘅防禦系統，全能魔杖啊，可以啟動秘法號。內法里安逃走了，把實驗室的防護系統關閉以後去追他。是但玩啲嘢先啦，完全唔知對面係玩乜啊！引誘好人墮落，引誘好人墮落第二次，真啊！真係叫全能魔杖防衛系統，係咪有幾隻嘅？睇個樣，偵測到入侵者，這是你自找的，唔係係我自找的喎，我係入侵你喎，大佬，對白錯晒喎，大佬。不過我好奇佢個魔杖有咩用啫？咩係秘法號呢？主要防禦矩陣已啟動。主要防禦矩陣已啟動。這手漂亮。別。對不起。嘗試連線中。嘗試連線中。係咪有唔同對白㗎？哎呀。連線成功。下載就要更新檔。頂好正對白。再試下啲對白先。更新完成。Hello。謝謝你。Hello。係啊，北咗其實。而家淨係識 hello 嘅啫喎。算啦，由佢啦，屌。Hello。秘法號已啟動，咩係秘法號呢？22。雙方玩家獲得法術傷害+2，咁 OP 嘅，係雙方喎，不過注意係雙方。烈毒號咯，下一格叫做。啲名咁啊霸氣嘅可以。加一攻。等先，我試下龍之吐息。咁樣殺一隻再龍之吐息啊！諗先，諗佢造成6點傷害勁嘅，成8點傷害仲勁嘅。我殺一隻就4 cost。嗱，咁樣4 cost，我打死一隻。就3 cost， 然之後我想複製大龍之吐息，打佢2拳，好，烈毒號係咩嚟嘅呢？究竟係咪加4發傷？烈毒號已啟動，回合開始時對其他手下造成1點傷害，都幾勁。換炎者。複製4點傷害。咁糾結嘅呢個打到，係咪其他？全部其他手下。屈佢吹算啦，唔鬼掂佢係最好嘅。中晒毒，鋼鐵師尊強牌。好，秘密複製。其實想複製呢啲多啲嘅，但係佢中意啦。微型機甲+2啊！減法術消耗0 cost 嘅傳送門，射兩下，1 cost 射嘅象體，射死一師尊，啱啦，你去死。好，搞掂打得 ，turn。
雷電號已啟動，咩嚟嘅咧？全部法術消耗減少3點，咁鬼勁嘅，黐線。1、2、3、4、5，再照1都冇乜用喎。打死佢先。我崩啊！我拍，之後就打個人，係搞掂啱好嘅。防禦系統已被摧毀啊！動力關閉中。火岩飛龍，你幫我慳咗龐大嘅維修費用，多謝你。但我打爆呢部嘢，唔會複雜嘅。究竟係慳咗定係冇慳呢？馬洛里亞克唔係我最強大嘅武器。馬洛里亞克呢嘅實驗產物同預期不符，但唔代表佢哋唔致命。效果係連禁使手下被召喚對調生命值同埋呢個攻擊力。對調生命值同攻擊力。頂佬係想出呢個內憂之論添，諗先。放下龍 deck 都好，都唔錯。破壞內法里安的奸計，標記領土。烏瑟對馬洛里亞克，不能有干擾。我會以榮耀作戰，咁樣啦。呢隻前期攞嚟頂下都好。黑手400超抵，而家係一點都不會浪費。唔可以用主人等候，唔可以再失敗。馬洛里亞克，唔好輸俾呢個犯人。一點都不浪費，出嚟啦兵仔！咦，唔會發動調轉嘅咩？係咪冇得調轉，所以就唔調轉？冇得調轉，所以就調轉唔到。Well， 好調轉，奇奇怪怪咁樣。再調返轉。真係奇怪，打爆你個含笑半步釘先。幸運幣，於嚟噴射者調轉，D53廢咗咯，53係可以用一陣用士劍打爆佢咯。可能係複製咯，佢秘密就唔係複製，呢個都調埋轉打落去。蒼藍龍冇得調啦，呢個一樣冇得調。於嚟噴射者調轉，唯有憤怒之錘。竟然係法術反制，好啦，23、21，無面操縱32調轉23，再調返轉32，13調轉31，好鬼奇怪，啲卡全部變成。反擊下人21，喂，愛照規矩下。變你做12兵仔。我嗰啲通常嘅攻同防都唔係爭好遠，食屍鬼變32，吸取生命。好大嘅食屍鬼，但係得返2血，所以就容易打咗好多咯。
直接吹你。手牌冇龍族啲嘢全部廢晒。日行者5/4嘲諷呢其實招嘢其實冇乜即係好堅密嘅，其實係冇乜特別效果，但係你見到佢出嘅時候好鬼型咯，係一定轉嚟轉去好鬼霸氣咯。總之就正啦，佢不停用嘅時候，好興奮啊！我好興奮啊嗰種感覺。Consecration 打落去。燒晒佢啲手牌啦，6/6，對面少個15血就+3/+3啊，好可惜係冇嘅。+3攻俾你，變6/5咯，豬王變6/5咯，豬王守衛者，豬王守衛者都係最勁嘅 common 咯，聖騎裏邊係咯，法師秘密。哈利技師，調轉4-2-5-3，驚我的龍6/5，注意1過你，換咗佢咩嚟㗎？複製有2隻1/1狼笑，係喎，其實驚我的龍幾黑住複製 deck 喎，如果係照到04嘲諷，變咗2隻嘲諷上去，我2隻森林狼俾你。調轉，係喎。如果係咁樣啱咯，其實呢個 buff 係好勁嘅呢個 buff， 即係 buff 你1攻啦。如果調轉就一防，因為另外一張嘅效果照加攻咩，都勁嘅。不過就由佢咯，拜。呢個第2關都唔係太難。得到黑鐵墮落者都幾勁啊！黑鐵墮落者。亞特拉米德雖然看不見你，睇下先，一條盲嘅龍啊！亞特拉米德雖然睇唔到你，但係佢睇到你聽到你恐懼嘅聲音。他瞎了啊！他盲了啊！只能夠聽覺判斷你的位置，但是他的巢穴，好消息，他的巢穴是挺吵鬧的羅啊！回聲定位，出裝備1把隨機隨對手出牌而成長的武器，咁霸氣嘅。玩下火山樹人先，好似冇乜特別玩過火山樹人。啊！馬法里恩、亞特拉米德、專殺白痴無能手下的殺手，點解我個名變咗？咁霸氣嘅我真衰。即係呢個內法利安已經俾佢睇唔起，咩嚟㗎？摧毀你對手的武器。我哋睇下佢有咩武器先。如果咁樣俾法術，我係咪應該次次都用06？每當對手出手加攻嘅力。呢個係咩啊？龍牙，驚你有牙1攻。我聽到你了。很好，繼續講，我正在揾你。4 mana， 大自然真好。2/5，我聽到腳步聲，我打下你個人。即係我assume就呢個英雄難度啊，冇咗張回音之羅咯，係咯。嚟啦！我聽到你嘅心跳，你走唔甩㗎啦，哈哈。蒼藍龍幾多啊？3。
打爆蒼藍龍先，抽個牌都好。4啊，而家係只有難教師喺個5之前就用咗佢，即係用嚟燒咗佢咧，咁我抵啦。龍骨粉碎者66，呢啲都要1 mana 喎，但係紫羅蘭先。再自然化佢啊！自然化先，咪抽咯。嗱，佢 buff 咗勁大嘅武器，再爆佢就抵啲。我摧毀你嘅武器。哇！嗰個聲音整聾咗佢，打盲龍耳塵呢個節奏。龍之吐息，燒4啊！回聲定位，又整把武器出嚟俾你。龍蛋，我會遵照你的指示，我會遵照你的指示。開始上課了，有麻煩。8滴血，睇先。冇出攻啦！等呢個回合唔使等呢個回合，而家就死。check， 彈啲幼龍出嚟啦，跟住係，跟住佢死咗，但係盲龍成功打盲龍2層啊，唔係打，唔係佢盲咗，睇唔到嘅，打龍盲2層。你殺咗個失明嘅龍啦，你應該感到羞恥。喂，你放佢出嚟喎，大佬，關我 X。龍骨粉碎者手下對手嘅生命15點以下都會+3+3，勁啊！我最後打內法里安重生版本。